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嘅賽馬頻道。大家唔好意思啊，近排忙緊冇俾到心水大家，亦都唔想亂咁俾心水大家，寧願做足功課先出片。撳咗訂閱未啊？未撳就真係要快啲撳啦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甩漏我哋最新最實用嘅賽事大解剖。今日同大家直擊2026年5月24日星期日沙田日馬第2場4班1400米。今場4班纖細米形勢相當微妙， A 賽道對前置或者內檔馬相對有利，但步速快慢依然係勝負關鍵。廢話少講，我哋即刻入正題，先嚟地獄判官環節，睇下邊幾隻馬今日要避之則吉。3號巧妙，第一隻要畫大交叉嘅係尤達榮馬房嘅3號巧妙。今次最主要嘅敗筆係抽到12檔大外檔。另外，大家有留意開晨操片段都會發現，佢近期試閘嘅走勢相當平淡，出腳唔夠順暢，狀態明顯未操翻起。雖然佢落到4班作賽，但係一隻狀態未夠水準，仲要面對咁惡劣檔位形勢嘅馬匹，今場實在好難有實質作為，所以我哋第一隻就直接將佢飛走。5號戀愛狂表現難以捉摸，缺乏穩定性。第二隻要踢走嘅係5號戀愛狂。呢隻馬由葉楚航訓練，一直以嚟最大嘅隱憂就係表現極度唔穩定，時好時壞，根本好難捉摸到佢嘅真實水準。佢有時可以跑得接近，但下一場又可以輸好遠，走勢飄忽。喺4班呢啲對手實力相對接近嘅場合，馬匹嘅穩定性係爭勝嘅最重要條件。加上佢今場排7檔，形勢唔算特別有利，加上練馬師葉楚航近期嘅部署手法往往出人意表，今場真係寧願錯過都唔好買錯，慳翻注碼，投資喺其他更穩健嘅選擇身上，清走晒啲伏馬。即刻睇下邊幾隻馬係今場嘅完美 package。10號隨我同來，首先同大家講下10號隨我同來呢隻馬近4仗取得2亞1殿，表現其實一直好穩定，唯獨上仗表現稍為失準，但絕對有跡可尋。上場最大敗因在於早段跟隨2匹前領馬自動自覺及盛世威風走快步速，喺前面消耗咗太多體力，導致最後200米力弱自敗。然而喺咁快步速消耗之下，最終佢都只係輸4個馬位，表現已算相當不俗。我哋一齊睇下片先。100週年紀念杯，大熱係9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有隻馬大漏插就哥倫布啊，好啦，前面快嘅馬盛世威風啊，埋邊自動自覺啦，第3位又隨我同來啊，時尚歡欣，第4中間，第5大浪原田內蘭，第6黃衫財富非凡啊，外邊紫色衫呢，咁啊就係呢隻幸運勝利啦，馬林入邊粉紅衫就係總統輝煌啊，後邊嘅6匹馬啦，豐功偉績啦，尾5內蘭有9為軍啊！後邊嗰4匹馬，馬鳳凰金樽寶區尾之元好運暫時殿後，紅黑直間衫係哥倫布嚟噶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呢，就係呢隻自動自覺嚟噶啦。咬住第2位就盛世威風啊，內蘭進佔第3，有隨我同來啊。出邊啊時尚歡欣啦，中間夾住第5位就大浪原田啊，落後咗2個身位到啦。第6位嘅馬粉紅衫就總統輝煌，埋邊財富非凡就黃衫嘅，咁啊移咗出嚟中間淺紫色衫99為軍啊。攞出去外邊追嘅馬啦，就係哥倫布啊、馬鳳凰嗰啲馬。好啦，正着直路啦，自動自覺就埋邊比緊，中間盛世威風呢就攞緊平衡，慢慢上咗嚟噶啦。後邊嘅馬啦，出邊位置豐功偉績追上嚟，中間隨我同來啊，最出嗰邊仲有隻哥倫布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自動自覺咧跑順咗咧，仲有享受啊！見到盛世威風過佢唔到啊，中間反而上咗嚟，有豐功偉績，最出係哥倫布，最後50米到透出嘅馬，中間豐功偉績外邊追上嚟嘅馬。值得留意嘅客觀數據係，當日放頭嘅自動自覺同盛世威風再出之後都上到名，再次證明受該場快步速影響而落敗嘅馬匹
再出往往有反彈表現。隨我同來，想像敗於步速形勢，以此區走勢同班底，絕對足以喺今個星期日爭勝，值得大家高度重視。11號華麗再贏，大家睇返佢前仗跑田草1200米，末段遞速係全場最快，成功追入一席季軍，後勁相當勁。上次佢繼續出戰1200米，早段略為未能跟上步速，去到最後300米又未能及時望空右翼位，結果姍姍來遲只得第5名。敗仗明顯係因為途程稍短，加上際遇唔好。我哋一齊睇下片先。係12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噶嘛，內欄非凡時刻中間啊同起嚟嘅，外邊有王者威風啊，咁啊外邊位置仲有粉紅衫呢，就係呢隻龍之月啦，內欄橙眼罩紅衫無比小子馬林，中間淺藍衫呢仲有新力嬌啊，馬林裏邊啊仲有綠衫嘅步步合拍啦，響外邊嘉應光彩埋唔到嚟啊，內欄位置仲有隻賀龍飛翔啊，後呢個馬匹啦，先見到愛心萬里尾5到啦，紅衫嘅尾4白衫有川河石區啊，尾3內欄淺藍衫手機標能啊，後邊2匹馬華麗再贏同埋團結戰寧嚟㗎，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咗出嚟嘅馬呢係嗰隻非凡時刻嚟㗎，響佢出邊係同喜啊，第3位咁啊進佔上嚟，仲有王者威風啊。中檔淺藍衫呢，仲有呢隻就新力嬌啊，咁啊揈出去外邊追呢，有龍之月啊、嘉應光彩啊，埋邊位置賀龍飛翔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非凡時刻呢，佔先咗半個身位，有少揈嚟揈去啊，同喜呢，響佢外邊追啊，咁啊攝入邊上，仲有呢隻係新力嬌，內欄嗰邊啊無比小子啊，最後100零米非凡時刻片嚟片去都將後邊嘅對手越拋越甩呢，穩勝呢場賽事啊，同喜呢，就跑第2、第3名啊嘛。睇佢近期落腳偏慢嘅走勢，加程絕對係對症下藥，會更加有利佢有足夠路程展開衝刺。只要直路望空順利，先至係今場極具威脅嘅爭勝分子。14號金快飛飛，第3隻配腳一定要兼顧。14號金快飛飛，呢隻由丁冠豪訓練嘅馬匹，強配潘頓執韁。潘頓平時好少接手呢類處於4班邊緣嘅輕磅馬，今次肯落實操刀，反映幕後戰意，肯定100%。睇返客觀條件，今場佢只係需要負119磅上陣，喺沙田1400米呢啲對體力有要求嘅途程，擁有明顯嘅輕磅優勢，加上佢今場抽到5檔靚位，雖然佢季內表現唔算好標青，但之前都交出過走勢，證明喺4班有一定競爭力。今次有人強賣用，當好磅輕嘅優勢，金快飛飛絕對有條件喺今場發揮出應有水準，作配腳絕對係明智之選。覺得今次呢個全方位分析夠晒立體，幫到手嘅，記住即刻俾個 like， 分享俾你身邊一齊睇馬嘅朋友，同埋喺下面留言話我知你覺得今場邊隻馬最有機會突圍，等我哋一齊喺留言區傾下賽馬經。馬迷朋友，祝大家今場大豐收，我哋下次見。